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點讀。我知大家平日生活節奏好快，想睇書，但係又未必抽到時間，或者見到啲書就覺得頭痛。唔使擔心，我哋呢個頻道就係專門為你而設嘅。我哋會幫你讀，幫你過濾，將最精華、最有價值嘅內容抽出嚟。無論你係喺搭車返工、做緊家務，定係準備瞓覺，都可以聽住我哋嘅分享。喺繁忙嘅生活中吸收心理學、哲學、經濟學同埋各種工具書嘅養分。如果你依家準備瞓，咁就更加好。等我哋嘅聲音陪住你喺潛意識入面種下智慧嘅種子。今日我想同大家詳細拆解一本被譽為投資界聖經嘅經典著作，就係巴頓馬基爾 （Burton Malkiel） 寫嘅《漫步華爾街》（A Random Walk Down Wall Street）。呢本書自從1973年出版以嚟，已經改版咗10幾次，影響咗無數專業投資者同埋普通市民。作者唔單止係普林斯頓大學嘅經濟學教授，佢仲做過投資公司嘅董事，可以話係理論同實戰兼備嘅大師。好多人一聽到投資或者華爾街就覺得好深奧，但係作者喺書入面提出咗一個令當時整個金融界好震驚，甚至有啲尷尬嘅觀點。佢話一隻被蒙住眼嘅馬騮對住報紙財經版掟飛鏢，所揀出嚟嘅股票組合回報可能同專業基金經理揀嘅一樣好，甚至更好。呢個就係全本書嘅核心思想，就係市場係有效率嘅。股價嘅變動係隨機嘅，好似一個醉漢喺街上面漫步一樣，你根本預測唔到佢下一步會向左定係向右。我哋先嚟睇下書入面提到嘅兩種最主要嘅投資理論。第一種叫磐石理論 （Firm Foundation Theory）。奉行呢套理論嘅人相信每一樣資產都有一個內在價值，只要你透過分析公司嘅盈利、資產發展前景，你就可以計出呢間公司值幾多錢。如果股價低過呢個價值，就係買入嘅好時機。聽落好理性，係咪？但係作者隨即介紹咗第二種理論，叫空中樓閣理論 （Castle in the Air Theory）。呢個理論係由著名經濟學家海恩斯提出嘅。佢認為投資唔係要去揾嗰間公司到底值幾多錢，而係要去估其他人覺得佢值幾多錢。換句話講，投資就係一場選美比賽。你唔係要選你覺得最靚嗰個，而係要選出大眾認為最靚嗰個。呢種心理驅動嘅投資方式，往往會導致市場出現瘋狂嘅泡沫。作者喺書入面用咗好長篇幅去帶我哋回顧歷史上嘅幾大泡沫，由17世紀荷蘭嘅鬱金香狂熱，到南海泡沫，再到近幾十年嘅網絡股泡沫。佢想帶出一個訊息，就係人類嘅貪婪同恐懼係不斷重複嘅。當大家開始建立空中樓閣，覺得股價可以升到去天上面嘅時候，往往就係崩潰嘅開始。佢提醒我哋，無論幾科學嘅分析，喺集體癲狂面前都係無力嘅。講到實踐，作者詳細分析咗兩種專業投資者最常用嘅技術，就係技術分析同基本面分析。佢對技術分析，即係睇圖表、睇趨勢，批評得最狠。佢認為過往嘅股價走勢唔代表未來。佢用數學證明咗，如果你隨機產生一組數據，佢哋一樣可以畫出好似頭肩頂或者雙底呢啲圖表。所以靠睇圖去預測聽日升定跌，其實同占卜冇乜分別。至於基本面分析，雖然作者覺得佢比較有道理，但佢都指出咗一個殘酷嘅現實，就係喺依家資訊流通咁快嘅世界，當你分析到一間公司好嘅時候，個股價通常已經反映咗呢個好消息。你作為一個普通投資者，好難比專業機構更快更準確。而且分析師都有佢哋嘅偏見同埋利益衝突，佢哋嘅預測往往準確率低得驚人。咁樣講，我哋係咪就冇得投資呢？唔係，作者俾咗一個非常實用嘅解決方案，亦都係呢本書最偉大嘅貢獻，就係推廣指數基金投資 （Index Fund Investing）。既然你贏唔到市場，不如就加入市場。如果你買入一隻追蹤恒生指數或者標普500指數嘅基金，你就等於買入咗成個市場嘅精華。你唔需要花心機去揀股，你只需要跟住整體經濟一齊增長。佢喺書入面提出咗一個生命週期投資指南，
佢建議我哋要根據自己嘅年齡同風險承受能力去配置資產。後生嘅時候，你有嘅係時間，可以承受較大嘅波動，所以股票比例可以高啲。隨住年紀大咗，就要慢慢增加債券等穩健資產嘅比例。呢種方法雖然唔會令你一夜暴富，但佢係最科學、最能夠幫你喺長線累積財富嘅方法。作者仲分享咗一啲實踐小貼士，例如佢非常強調降低成本，基金公司會收管理費，銀行會收手續費，呢啲睇落只有1-2% 嘅費用，喺幾十年嘅複利效應下，會食走你一半以上嘅利潤，所以揀低成本嘅指數基金係關鍵。另外，佢亦都推崇定期定額投資法，無論是升定是跌，你都每個月投入固定金額，咁樣可以幫你攤分成本，克服心理恐懼。讀完呢本書，我個人嘅感想係，投資其實係一場修煉。呢本書看似係講緊錢，其實係講緊人性。我哋每個人都想證明自己比人聰明，想揾到嗰隻百倍股，但係作者用數據話俾我哋聽，承認自己嘅平凡，先係通往財富自由最快嘅捷徑。我以前都會因為錯過咗某隻升咗好多倍嘅股票而覺得後悔，但睇完《漫步華爾街》，我明白到好多時嗰啲只係運氣，而我哋唔應該將人生壓喺運氣上面。總結一下呢本書嘅核心價值：第一，尊重市場，唔好諗住自己可以準確預測未來，因為市場嘅短期波動係隨機嘅。第二，相信長期主義，雖然短期係漫步，但長遠嚟講，經濟係向上發展嘅。只要你留喺場內，時間就係你最好嘅朋友。第三，簡單就是美，一個低成本、分散風險嘅投資組合，往往勝過千辛萬苦鑽研出嚟嘅複雜策略。好感謝大家今日咁有耐性聽我分享咗咁耐。投資理財係一世人嘅課題，雖然呢本書嘅內容好豐富，但我哋今日講嘅都只係冰山一角。我希望呢集嘅分享可以帶俾你一啲啟發，無論係對待金錢嘅態度，定係對待生活嘅心態。記住，慢慢嚟，細細望，自然會揾到方向。理財如是，人生亦如是。如果你中意今日嘅內容，希望你可以幫我哋 comment、like 同埋 share 出去俾你身邊嘅朋友。你嘅每一個支持都係我哋繼續製作高品質內容嘅動力。喺點讀呢個頻道，我哋仲有好多好書想同你分享。無論係想提升心靈力量，定係想學習實用技能，我哋都會繼續為你導讀。期望喺下一集再同大家見面。喺結束之前，我又要留低一個問題俾大家反思啦。如果投資嘅回報主要係來自於時間同埋耐心，而唔係來自於你嘅聰明才智，你會唔會覺得有一種釋放咗嘅感覺呢？或者你會唔會因為覺得失去咗挑戰嘅樂趣而感到唔習慣呢？歡迎喺留言區同我哋分享你嘅睇法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